企業家精神唔只係做一門生意，而係要推動真正嘅變革。香港空間狹窄，在地處理廚餘並唔簡單，所以我成立咗 JAB 為食櫃，用運輸卡板改造成廚餘機，機器模組化可堆疊，方便放喺唔同嘅空間，例如學校、屋苑、商場等等。利用黑水虻幼蟲消化廚餘，幼蟲轉化做肥料同埋飼料，做到可持續發展。我哋應用 AI 同物聯網系統，準確監測同埋控制環境，達至高效處理。科技唔足以實現變革，於是我哋走進學校同社區，並培育學生領袖，希望做到廚餘處理普及化。呢個係我成為企業家嘅原因。創想實現變革，就係香港精神。